去看到你。咱嘛甲线上的兄姐、兄弟姊妹挥挥手吼，哎，新年恭喜吼！甲线上的兄弟姊妹吼，哎，大家平安吼，大家平安吼。啊，咱检查咱的手机是毋是有关机，是毋是有关机吼？将咱的手机甲放入震动的所在吼。安静咱的心，咱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敬拜。学了咱的上帝，咱先用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对头来。我用基督来到你面前，专心专意祈求你，放下自尊骄傲的心情。我都玫瑰儿你，等我基督的心，我切切困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等我基督的心，对开来勇气，安慰和扶持。我忧伤变成欢喜，等我是失一去个软弱的心，我要完全我靠你。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了你的名，哈利路亚。因你主爱献出来扶持。因错不好，我骗你。哈利路亚，等我基督的心，等我基督的心，我切切困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等我基督的心，你赐开来勇气。安慰和扶持，和忧伤变成欢喜。等我基督的心，哈利路亚。等我基督的心，我切切困求你，你手所做的，超过我心所求。等我基督的心，我切切我勇气。安慰和扶持，和忧伤变成欢喜，和忧伤变成欢喜，和忧伤变成欢喜。哈利路亚，说接啊，咱要来到上帝面前，咱要来献上咱的感恩，甲认罪祈祷。那咱首先要透过诗篇136篇第3节到第5节，咱做来读这个圣经节来。就感谢万主的主，伊的主爱永远遵守，就以最奇妙大事，伊的主爱永远遵守，伊用智慧创造天，伊的主爱永远遵守。来，搁一节吼，上主啊！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主啊，什么人听会调？总是你为什么人，互人通敬畏你？诗篇130篇啊，第3节到第4节吼，这两节圣经节，甲咱讲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主爱的上帝，伊的确无放杀咱，永远听咱，总是伊嘛是公义要追求咱的罪的上帝。所以咱爱伫上帝面前，爱反悔认罪，反悔认罪吼。嘿啊，伊总是上帝要赦免咱的罪，所以咱先开声，咱做伙啊，伫上帝面前，咱做开声来感谢认罪祈祷。来，咱做伙来开声吼。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生命哈利路亚，将管哈利路亚，主，你是阮的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间，你来帮助阮，会当。行伫你的道路的中间，主啊，要伫你的面前来投放阮家己，我们来悔改家己，我
们来伫你的面头前来体验阮的软弱。万能的王，主啊，万主的主，下面主啊，感谢你，你是世界的光，你也是阮众人的救主。主啊，感谢你，用听阮，无离开阮。主啊，感谢你，道成的肉体，听来牺牲，临到伫阮的世间，为着阮的罪，钉死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主啊，因为安尼，阮的罪得到你的赦免。主啊，帮助阮，阮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阿罗你的时阵，阮除了感谢以外，阮犹原要来认阮的罪。主啊，检查阮伫阮所行、所讲、所做，来得罪你。主啊，总是你是赦免阮的主上帝。当阮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时，主啊，感谢你。犹原要赦免阮的罪过，互阮搁一遍通得到上帝你的听你的恩典。主求你无追究阮的罪，互阮会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你同行。主啊，甲阮今早起敬拜三个地地，保守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咱继续来读一节圣经，在诗篇28篇第8节到第9节，来做伙来。上主是伊子民的快乐，是伊选立的王得救的避难所。求你解救你的子民，赐福互做你产业的子民。求你做因的牧者，永远扶持因。咱邀请咱的上帝真做咱全人的救主。咱的心灵需要健康，需要上帝的灵的话，甲咱正咱三个地地。上帝嘛是医治咱病痛的上帝，无论咱有大病小病，上帝拢知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是毋是咱即时人担心伫上帝的面前，你的心有偌大，上帝就要赏赐互你有偌多，将你的手放伫你所欠缺的所在，交予上帝。咱做伙要来开声来祈祷，咱为着正兄弟姊妹所欠缺来祈祷以外，嘛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求上帝来医治咱的病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医治的上帝，你也是透棒的上帝。主啊，阮恳求你，当作阮灵思想情感医治身体的主。主啊，将阮的挂入一切拢摆在你上帝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你听阮祈祷的声，哈利路亚。主，你重新过来开力，互阮会当靠着主，你搁一届，哈利路亚，健康，搁再一届来健康。主啊，求你来看顾伫咧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情。你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到你遐。主啊，你就要来医治、透帮阮。主啊，检查阮每一个人有带着大病小病，无共款的需要，无共款的病痛。主啊，总是你讲，阮每一个人拢是你独一无二、你所疼的囝儿。主啊，你知阮大人的需要。但阮这时，我们将阮众兄弟姊妹拢交托伫主你的面前。主啊，真做。求你帮助阮的心灵完全来归向你，主你亲自来施恩赐福，看顾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主啊，阮有身躯欠咱病痛。主啊，你讲阮的信心有偌大，阮来用着阮家己信心来求讨的时阵，阮就要得到医治。伤痕也要得到抚平。主啊，求你医治阮的病痛。看顾阮兄弟姊妹，享受每一个人的需要，帮助阮，因为阮确信，伫主你无恶正的事。哈利路亚，主啊，求你听阮
恳求祈祷的声，阮会要为着伫阮的中间有阮的肢体、阮的兄弟来释放。阮也要为着这家属因的心灵来祈祷，因失去亲人这种的悲伤、肉体的沙离，主愿知，愿甲因三个悲伤、三个哀伤，总是更加要紧。上帝你安慰的灵临到伫因的中间，互因重新得到快乐。愿同心伫你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煞招，咱要为着咱主日守望的祈祷。来，首先咱来读一则圣经，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来，咱做来。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为互祈求伊的人得到保守。哈利路亚！这是上帝互咱应允真重要的一则圣经，在来话。来，咱要为着咱今早去淡薄书，搁伫咱的中间，为着这牧者同工，为着这场礼拜服侍，咱做伙来献上咱的感谢祈祷。咱也求主会通来高抹所有服侍同工上帝的快乐甲因三个伫地，互所讲的每一句话，拢会通得到咱来得到利益。来，咱有两项为主日守望的祈祷。来，咱首先为着聘牧的事来祈祷吼。小会已经有接纳吼，咱嘛要来聘陈碧芝牧师，将做咱第6任的主任牧师。咱着迫切担心为着这个事来祈祷。咱要有头前的一里路爱行，搁有一寡天数爱行。特别咱计划3月24，咱要来做监选，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大事吼。总是这是咱人小会、咱的期待、咱的计划，总是咱来将这个事安怎仰望伫上帝，吼，和上帝旨意来行。上帝若是看这好的，就会当来行这个事，好不好？咱为着这个聘牧的事来祈祷，像是咱来为着本主日社区的关怀、资讯、在健康、在因的服务吼这礼拜6有小会青年的牧区有定期会，咱先为着这两项，咱做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来看顾伫咧聘牧的代志，求主你来掌权，甲咱教会后续继续聘牧的流程会当来顺利。特别陈碧芝牧师是小会所同意、所愿意要聘请的，求你来帮助因亲爱的主上帝，迦南教会是你所设立的教会，你是教会头，主啊。当阮需要就位，阮的牧者、主任牧师来到阮的中间，互阮这群的羊群通得到真好的牧养。主阮计划，阮要来聘任陈碧芝牧师，正做阮第6任的主任牧师。主阮当心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献上伫上帝你的面前，总是阮有缘要来顺服上帝你的旨意。主啊，你若是看这好，你家己来拣选陈牧师到伫阮的中间。主啊，阮确实相信，你的确要赏赐阮一位良善的牧者，你所忠心的仆人来到阮的中间。主啊，阮的计划下伫上帝你的旨意。主，阮为着这件事不切来祈祷，阮要为着青年牧区来祈祷，为着社区健康资讯这服务来祈祷。小会拜六要来召开会，要正式要来做义管，要来报中会、监选牧师的代志。主啊，阮将这个事工拢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听阮恳求、当心祈祷的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煞接咱要为着儿童牧区来祈祷。咱为着这儿童牧区这老师、这同工，为着因要所做的每一项事，拢交在伫上帝的手中。包括有侪这幼儿、这儿童需要上帝的话这小羊外口讲小草嘛好咱为着因来祈祷或者囡仔伫细汉的时，就拢有上帝的话伫因的心中来滋润因的心来得到真好的帮助。所以咱特别为着这儿童牧区、这同工
有智慧，咱为着同心，为着这儿童牧区的祈祷，来，咱做开声吼。哈利路亚，主啊，我要特别为着儿童牧区来祈祷。主，求你保守这童工，或者童工有智慧，或者童工因所计划每一项的时间，拢来通来帮助我每一位儿童，每一位幼儿，阮代代传承，或者幼儿的细汉、大汉的时阵，有上帝你的话伫因的内心，甲因三角地带，互因对细汉就会通有上帝你的话，行因头前的路站，做因真好的准绳。主啊，或者儿童在父母也会通来亲近上帝，带伊的细囝来到上帝你的面前。主啊，我伫你的面前迫切来恳求，求你来兴起阮儿童牧区这个时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最后，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愿伫天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星星，为着愿主是来，所受一切的阻碍，特别上帝阮这声，无路千古你尊名，为着是的经典，无论美丽是无比，山水
生活到永生，天白上，在阮这下，乌路千古里尊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全能的主宰，阮所享受的一切，拢是对主你来的，阮献上感恩。新年这期就要结束，求主你赦免阮伫个旧年所犯的罪，也互阮心内充满主你的话语，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未来的道路，甲主同行。也求主看顾台湾这块土地，将主你的慈爱、公义、怜悯、平安、喜乐遍照这块土地，伫主的恩典内面，免受迫害、战争的威胁。阮也有为阮教会来祈祷，现主时教会也未有牧者，求主耶稣赏赐适合这间教会牧者。互家人基督教会未来所行的方向、事工，拢是出伫主的心意，会当甲主同齐做工，荣耀主的名。也请主你赐福但辟之牧师，互伊所讲的话，拢合主你的心意，进入阮的内心，互阮会当明白领受主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印，伫信息后面启文第58篇，就是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罗马书8章31节到39节。关系遐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挡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物嘛白白赐予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义人的是上帝。宣判因做义人的，若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国活。当坐伫上帝的正边，在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困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善者，是威胁，也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伫要太阳，拢毋是伫遮的一切的代志，咱搁听咱的上帝赢到有剩。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也是权力者，是现今也是将来的，是天顶，也是地下的生灵，也是其他的被造物，这些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咱请第一区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性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遐。风雨
同做你心肝，爱水的甲石头的烂，你的行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良相换。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惊领。风雨遐尼大，狂野遮尼宽，有你同在无摇拽。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我就永远袂孤单。有你相做伴，甲你斗阵行，充满温暖袂畏寒。爱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爱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良相换。爱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通无变化。甘愿为我受尽拖磨，将我当作你心肝。爱水的干，石头的烂，你的疼通无变化。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良相换。阮情这大，怎样感谢？一生甲主良相换。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士师记16章15到19节。士师记16章15到19节。但伊拉甲伊讲：“你无真正信任我，哪会当讲你爱我？你已经骗我3摆，无甲我讲你的气力对倒位来。”但伊拉逐日用话甲喙甲逼，互伊的心烦甲要死。参孙就将心内秘密拢甲伊讲，我的头毛拢毋捌用剃刀刀剃过，因为我对出世就奉献互上帝做硬死人。若甲我的头毛剃起来，我的气力就失去，我就无力甲普通人相款。但伊拉知影参孙将心内秘密拢甲伊讲，就找人去甲非利士人的首领讲，请恁过来一摆，因为伊已经将心内秘密拢甲我讲了。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带因去大利拉遐，大利拉互参孙困伫伊的骹头屋，叫一个人来甲参孙7个的头毛剃起来。安尼，大利拉互参孙失去气力。大利拉以上，请东北市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迦南必须守节，迦南必须守节。
昨对桃园对新竹咧来桃园啊，经过嘉光教会，就看到嘉光教会即个看板，即个看板呢，足远的所在就看，所以昨暝伫遮甲青年在聚会阵呢，拄啊看到脸书啊，讲迄支看板呢，拄啊是12年前，12年前的2月24号，所以昨拄啊满12年啦，拄啊满12年，迄支看板即摆本来是伫龙安街，12年前吊伫遐。结果龙安街去违建，去检举以后，煞来买伫即个上海路，伫上海路遐，煞吊伫迄个所在，所以即马咱若经过爱买，也是上海路，咱能看到嘉光教会看板，但是呢，昨嘛看到讲，嘉光教会楼顶呢，搁有一支看板，写啥物？神爱世人，神爱世人，迄嘛敢是一间教会的款哦，所以。但是我感觉感谢主，安尼嘉光教会上面还有神爱世人。会记得迄阵嘉光教会吊一支看板伫爱买迄面边仔呢，嘛做一支新的看板，叫做青海无上师啊。伊嘛写神爱世人哦，真正的但是伊用跑马灯的，但是呢，即马看到的是嘉光教会依然伫迄个所在，时间真紧，12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啊，总是。迄阵是为虾米有嘉光教会？毋知咱会记得无？就是咱嘉南教会要来庆祝50周年啊，准备要庆祝50周年。每年嘉南教会要庆祝几年？60周年。嘉南教会有要搁开拓教会无？有要，倒一间？毋知哦。但是咱即摆有一间恩高227教会啊，有嘉南教会的牧师，有嘉南教会的干事。嘛有嘉南教会会友，去到伫青埔的所在。虽然毋是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啊，但是我相信，嘛是有上帝的意思。上帝爱咱嘉南教会，爱咱伫桃园，即个所在会当继续来高举即个实力价啊。所以咱嘛爱为嘉光教会来祈祷，为恩高227教会来祈祷，嘛为着咱的母会，嘉南教会母会是啥？桃园桃园教会啊，所以桃园教会明年要庆祝140年啊，140年，代表是马偕博士140年前对南崁来到伫桃安园即个所在设立教会，所以福音已经伫桃园140年久的时间，真正感谢上帝啊！我相信伫过去即礼拜，全世界轰动的即个新闻。毋知影你有够共款去互遮个新闻安尼注意到无？就是呢，日本的股市伫拜四的迄天，称到39000点，这是日本人34年将近35年来，因的股票35年前就已经遐悬啊，但是一直落，因讲日本的经济就是泡沫化扬起啊，但是无想到讲，即礼拜竟然搁转去啊！但是呢，有人看好，嘛有人看衰啊。讲日本的经济有愈来愈好，嘛有人讲日本的经济检测嘛是安尼过往云烟啊，一下就过去。不管安怎样呢，但是呢，会当知影日本的股票会当亚悬，其实甲一个厂去日本设厂有关系哦。是啥物厂？台积电，你有买台积电的股票无？即摆要买安怎？袂赴啊，伤晚，但是呢，今日无买，明仔若凊搁较悬呢，搁较贵啊，但是牧师伫遮毋是讲叫大家买股票啊，我要讲的是讲台积电竟然去日本设厂，日本的天皇的查某囝嘛来剪彩，甚至呢剪彩迄昨就是昨元宵节，剪彩时阵呢，日本首相嘛放一个影片，讲他们要在投资台积电，是。几多少？7000亿吗？7000亿的日币哦，日票，要搁来设第2个厂哦，要搁设第2个厂哦，才对加多才建立新的第1个厂设立，马上讲伊要搁加码，因为看到伫熊本迄个所在，迄个规个经济哇，规个拢随撑起来，遐个厝啊，遐个生理啊，甚至伫遐咧扫涂骹的薪水拢是 double。遐个工程师，遐个大家哇，经济好甲举袂掉啊，凊甲举袂掉。所以表示讲，即个
护国神山即马嘛去安怎？吼，要去守护日本啊，吼，较早守护台湾、守护日本啊，即马日本啊、美国、吼德国、吼是亚洲其他的国家嘛要来设厂。吼，为虾米台积电遮尔啊重要呢？吼，因为共款迄天2月22号，毋是日本的股市啊，美国的股市吼嘛发生一个大代志。虾米代志呢？吼，即间公司吼叫做 NVIDIA， 捌听过无？吼，头家叫做啥物人？黄仁勋啊，吼，张伟迪讲毋对，黄仁耀啊，黄仁辉、黄仁勋啊，黄仁勋呢，吼，台湾囡仔，吼，以前呢，伫即个 AMD 咧食头路，吼，尾仔家己出来设，伊就甲台积电合作，吼，甲张忠谋合作。迄天2月22，伊的公司的股票，吼，起偌济呢？起2700亿，2700亿哦，一天，吼，一天内底起2700亿台币吗？日币吗？哦，你拢知，美金2700亿美金是几条？吼，差不多7条呢，6条外，一天加一间可口可乐公司。可口可乐公司在做100几年，因才做到即马即个规模。一天加一间 Netflix， 好 ，Netflix 1997的款，好，1997开始做，伊在做偌久，好，才会当有2700亿。NVIDIA 一天，好，即个股票，好，增加财产增加遮济啊。即个黄仁勋呢，好，伊嘛变做美国第21位21的首富哦，好，一天伊的身价对一年前，好，才120几名，前进100名哦，好，前进100名。所以即马大家要买伊的股票安怎？嘛要用抢的啊，要用抢的啊。好，搁讲一解，好，无算毋是讲在叫遮大家买股票。你即马去买呢，好，绝对是有风险呐。这个风险呢，有可能会趁钱，但是嘛有可能股票变做安怎？壁纸，吼，我会记得阮妈妈头一摆去买股票，吼，毋是买股票，去买着迄个是阳性的还是啥物？实信，吼，实信，迄阵我足细汉的，吼，头一摆去买着实信，吼，变做壁纸，吼，结果阮妈妈一世人无爱阁买股票安尼，吼，伊嘛毋敢阁去身家去投资遐，但是呢，吼，拢有风险，有遮个危机哦。所以即个教育部吼有邀请我吼3月阁来甲大家分享即个信徒讲座。我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即个危机管理啊，好，危机管理，好，到底是转机还是危机？面对危机的时阵，好，要安怎？好，要安怎？好，所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4个危机，好，这4个危机对我来讲，好嘛是我足烦恼的。头一个，好，就是无钱要安怎？要安怎？好，若是食到老啊，无钱要安怎？第二个就是食到老啊，身体歹去要安怎？我若着癌症。要安怎危机管理？第三个，就是我若食到老啊，无人伫身躯边，吼，那另外一半，若比我较早去见上帝，像我一个伫遮的时阵，要安怎危机管理？第四个，就是如果若去到天堂门口，上帝讲你袂当入去，吼，这是毋是上界大的危机？吼，要安怎？吼，所以要用这4个角度。3月几号？16号拜六，好，要来甲大家来分享啊。这个 NVIDIA 黄仁勋，吼，拄则黄仁勋哦，其实佫有两间美国的公司，吼，一间叫做 AMD， 佫有一间叫做超微美，捌听过无？毋捌，吼，这3间的公司拢是台湾人。超微美伊的工厂设伫台湾，啥物所在？巴德，就伫咱隔壁，就咱桃园，吼，超微美工厂。设伫咱台湾，拢是咧做半导体啊，咧做半导体。所以对于咱来讲，吼，这3个美国吼上界冲上悬的3个公司，因的即个头家吼，即个 CEO 拢是台湾囡仔，所以做台湾人有光荣无？有吼，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好，台湾人啦，好，咱拢是台湾人，食台湾的水，啉台湾的水，食台湾的米啊。好，遮个头家 CEO 拢是台湾大汉，受台湾的教育，但是因即马伫世界，好做各国的护国神山啊。张忠谋是毋是台湾出世的？
毋是啦，伊伫中国大陆出世的啊，好，但是呢，好，伊足早就来台湾，好，但是呢，好，伊嘛认同台湾啊，好，啊，即马即个联电，好，2月20号拜五，联电嘛起足悬的，好，牧师敢足够买股票，我甲你讲，我嘛无买股票啦，好，我是看新闻的，好，但是呢，好，这对咱的将来有真大的影响哦，好，所以咱就爱为着台湾来祈祷，好。来，即礼拜是228事件，好，78周年啊，78吗？好，1947到即马，好，77哦，是的，77周年，好，77周年，好，77年前的台湾，好，感觉是安怎？感觉好像快要不见了，好，台湾活甲足艰苦的，好，因为迄阵的4万箍，好，才会当换1箍，好，迄阵米足贵，秋风长老也有会记得吼，好，迄阵秋风长老，吼20岁，好，是的，20岁的即个查某囡仔，伊人也会记得，迄阵的台湾过了真辛苦，但是77年过了后，好，台湾有转变，你感觉这是谁的熬？我相信，好，这是上帝的熬。是上帝疼台湾，因为有马街、有马雅各、有遮个孙雅各，和遮个宣教师带福音来到即个土地，互即个土地真正有上帝的话带来转化、带来改变。所以明年迦南教会要60岁啊，咱就要继续为着即个土地来祈祷。牧师要分享以前，搁一摆，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带领迦南教会。行过59年久的时间，从过去对马街来到桃园这个所在，到伫今仔日桃园有上百间的教会伫遮，有足侪的基督徒伫这个所在，这拢是上帝你的恩典，以及阮所看见的台湾，上帝你所祝福的这个美丽岛，Formosa这个所在，上帝你疼台湾，你差派遮侪的宣教师，因对遮尔远的所在，将福音。将圣经、将真理带到即个土地，互即个土地顶头的住民会当听到上帝讲话，会当来将上帝话刻伫心的一代传过一代。但阮也有使命，爱将上帝话继续来传承，也愿上帝你的话甲你的神，继续甲迦南教会、嘉庚教会。文歌227教会、甲先德中会、甲桃园所有每一间教会参加同在，互阮会当继续来高举主你的十字架，将你的十字架会当伫桃园即个所在，互更较侪的人会当来看见，会当来听见上帝的话。主，阮也为着上帝，你所要互阮的信息，求信心来引带阮的心，互阮听了通明白。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好，是的，牧师，这个前言吼，无想到要讲遮久吼，好，已经将我要讲的时间吼，已经食去啊。好，士师记，为什么讲士师记？因为咱的周报，好，每天的每日新眼光的灵修吼，就是来到这个士师记。若是今仔日呢，就是拄好读到参孙的故事啊。顶礼拜伫遮分享什么人？基甸。好，基甸的故事就是互咱看见。伊是胜利佮成功，但是当伊成功了后，伊无将上帝话轻掉，结果呢，互伊家己、互伊的百姓，佮互伊的囝呢，好变做网罗啊，好变做陷阱，害着家己嘛，害着伊的囝，伊的70个囝去互伊另外一个囝来杀死，好变做悲剧啊，悲剧。所以因无将上帝话听完全，到到尾变做完全无爱听。因今日做成功了后，无爱起来治理，尾仔呢就去互别人来修理啊。所以这是士师记，互咱看到7届的循环，就是人背逆对落，因为是无听上帝话，对落了后，上帝就叫人来甲因修理，互遮个外族人。所以看到这张表，12个士师，因在面对无共款的外族。好，对迄个骑骆驼来啦，骑驴仔来啦，好骑战车、驶战车来啊，好军队来，逐种拢爱有，所以伊就应付甲足忝头的。但是呢，因着迄个困苦的中间，呼叫上帝，上帝听到因的祈祷，就派遮个士师来解救伊啊。所以今日咱要开始看即个士师，最后一个叫做参孙啊。
参孙，即个名的意思就是要发光，亲像日头。名有水无？好哦，足水的。伊呢是即个但支族支派的即个后裔哦。圣经讲以色列人各得罪上主哦，这是第7届安尼讲。士师记内底第7届安尼讲，所以讲为什么7届的循环？因为你当看到因各得罪得失上主，上帝就安怎直接甲因交互迄个上歹叫做啥物人？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该靠着迄个上歹。为什么非利士人上歹？因为因是对海外坐船来占迦南地即个所在。因伫海外伫地中海船呢，因就伫迄个岛发明了铁器。铸铁的技术哦，人是摕棍仔起来甲人烧台，因是摕铁做的即个刀，你摕棍仔甲摕即个刀谁会赢？人是使迄个战车是用柴苦做的，因的战车是用铁做的，你去甲人战谁会赢？掠迄个盾牌，伊是用迄个竹仔编的，伊是用铁的，谁会赢？当然，伊嘛拍袂赢即个非利士人，但是呢。但即个支派对约书亚传进入迦南地，摩西则就甲因分好啊，恁就是爱伫海边迄个所在，恁爱去的靠上帝将这非利士人甲伊赶转去海边、海顶，甲因赶出去。因为迄是上帝要互恁的迦南地应允的土地，但是因圣经讲一概拢无，你通看犹大支派，以法莲支派。即个便雅悯支派，因至少阁去甲人战几啊摆，有时阵赢，有时阵输，大部分拢是赢。但支派一概拢无，因为因毋敢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但是这个但支派就散去，本来是一个支派，你会当看到圣经讲，因变做支族，就是讲因开始揪起啊。本来是一群人，愈来愈少，变做几个家族、支族伫迄个所在。但是呢，参孙伊就是对即个但的支派中间，因的老爸叫做马拿雅，即个老爸甲老母呢，本来是未生，但是上帝使者，上帝听到但即个所在去互非利士人欺负甲足忝的40年哦，40年，咱台湾戒严偌久？戒严。38年，38年，要40年。迄个戒严的38，戒严的时阵，你捌经历的，请举手一下。你有经过戒严的，请举手。戒严会使半暝出来，伫遮去买物件无？你会使去伫街路，讲迄个习近平下台无？你连唱迄个相思曲，乌雅辉，迄拢是禁歌，甚至你摕长老教会的台语圣经来看，禁书。你若看台湾长老教会的教会公报，嘛是正刊。伫戒严的中间，你免笑想讲，要过偌爽的生活，无可能啊。但是呢，因就是这40年的中间，过足痛苦的生活，所以上帝就来讲，甲即个参孙的老爸老母讲，恁要生一个囝，阮袂生，阮已经遮老啊，要安怎生？恁要生即个囝。即个囝，你还爱互伊做拿西尼的人？啥物叫做拿西尼的人？小等会甲恁解说。即个人呢，即个囡仔，伊要开始拯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哦。结果伊的老爸老母听到去甲因的翁讲，因的翁讲去见到使者，使者佫甲因的老翁参孙老爸佫讲一解。但是你会看到伊的妈妈安怎讲呢？伊的妈妈讲，即个囝对伊出世以后，一直到伊死的迄天，拢爱做拿西尼的人，拿西尔人。啥物是拿西尔人？摩西有吩咐伫民数记的时阵，拿西尔人有4项的代志袂使做。头一个袂使啉酒，第二个袂使食葡萄。为啥物袂使食葡萄？因为葡萄会发酵，有即个镉，会互人酒醉。第三，袂使剃头门。第四，袂使摸死的物件。这就是拿西尔人。但是摩西伫遮嘛写得足清楚的，这是一个期间。伫即个 period 中间，即段期间中间，这4项的代志袂当做。但是你看到圣经中间，伊的妈妈是讲，一世人拢爱要互伊即个囝做拿西尔人。问题就伫即个所在，伊的妈妈听到上帝的使者讲话，
听，但是没有听完全，自己加码加好，但是变做因的囝的一个咒诅。这4件事情，只要犯了一件，好，他就要表示说，伊的囝就要死啊。所以拿细尼的人，拿西尔人，好，即马圣经无翻拿西尔人，因为这是对希伯来文甲翻过来，叫做离俗人。离俗人表示啥物呢？就是你有希望，你有许愿，你甲上帝有希望的这段期间，你就是这4项的代志爱做。但是上帝若甲你的愿望达成了后，你就会当转去做你的普通的人，不是普通人，就是做上帝的子民。安尼，但是呢，伊的妈妈甲伊加嘛，结果呢，参孙这个人，伊是伫上帝应允中间出世，但是拄则讲迄4点，伊完全拢犯啊，完全都犯。头一个圣经咱看到，伊去要嫁伊一个女子，伊的隔壁庄的是非利士人，伊的老爸老母反对，讲咱哪会当去娶迄个无信主的人呢？伊讲我就是爱，我就是介意伊啊，一直愈一直愈。结果真正爸爸妈妈佮带伊要去，带去的即个路途呢，经过遮个葡萄园，遮个葡萄园是拿西尔人，袂使食葡萄，甚至连摸都袂使摸。结果参孙甲伊行入去，行入去内面一只狮对葡萄园内底冲出来，要咬迄个参孙。参孙用2只手就将迄个狮压掉，然后将即个狮的巴肚甲伊踢开哦，迄力足大的。结果呢，伊就为着要去见迄个查某，见迄个查某呢，转来了后呢，佮经过即个葡萄园，看到迄只狮的巴肚内面有蜜，伊就用手去将遐个蜜拢摕出来食，食无够，佮叫伊老爸老母嘛食。所以拄则讲的拿西尔人，你若看圣经，上帝是要求伊的爸爸妈妈拢爱安尼做，参孙嘛爱安尼做，但是参孙家己犯罪。佮害伊老爸老母拢犯罪，所以害足侪人。然后呢，伊要硬要带即个囡仔，查某囡仔是田拿人啊。结果去到迄个所在无财产，看田拿人非利士人，因的西装打扮真水哦，所以就爱因的衫，看讲我来出一个马车，当是啥物节？元宵节啊，就要安怎？猜灯谜，恁知有猜灯谜无？无，即摆牧师出一条，互恁约。恁若驱便所驱袂出来，爱安怎？约圣经的一个人的名，一个查某囡仔，一个是伫士师记内面的，是甲参孙有关系。大利拉，为虾米？你若便所驱袂出来时阵，你若出较大力的啦，较大力的就会出来安尼。大利拉，安尼好元宵节过啊，但是呢。伊呢，为着即个代志呢，就出一个马车，互因用。人来又会着呢，结果呢，伊就叫迄个查某囡仔去甲参孙撸，结果撸甲，参孙就甲伊讲，所以遮非利士人就甲参孙讲，哦，阮约出来，就是即个狮，甲即个蜂，狮子跟蜜蜂，参孙呢足生气，但是伊本来是要去诈骗人家呢。结果即马他被人家反将一军啊，所以就去安怎走去外围去抢别人，杀死30个人，将伊的衫抢来，结果去背互人，所以伊足袂瘾的，足生气，就转去。所以上帝圣经讲，上帝互参孙有即个大气力，杀死30个人，将伊的衫衣服拔起来，然后呢，摕转去互遮幼的人。你会读到遮时阵，你会感觉上帝足奇怪，哪会互参孙有即种气力去害人呢？其实咱若看圣经，只有看中间，咱看袂出来上帝在想啥物。但是你若对头前一集安尼甲看来，你会当发现讲，是因为上帝答应伊的老爸老母，要互参孙做攻打非利士人的头一个。巴克勒牧师甲犯罪头一站啊，头一站，参孙就是上帝要来修理非利士人的头一站，头一位。所以你就看参孙，伊真正拢咧创非利士人，只不过参孙伊去创因的时阵，真正是照伊家己的意思，
但是上帝原来甲伊徛做伙。即个故事还袂煞，参孙足生气的，娶无某，娶无神。15章，伊阁想着伊即个某爱娶转来，所以就走转去伊的丈人遐讲，我要将我的即个未婚妻，伊认为已经婚礼完成啊。但是伊的丈人甲伊讲，无，迄天你无娶，所以我就将我的查某囝嫁互别人啊，嫁互你的即个伴人，吼，嫁互你的朋友去啊。好，参孙听者搁较气，伊就掠300只的狐狸啊。狐狸是啥物？狐狸，甲狐狸尾溜呢点火，结果互因去撞。吼，顶礼拜咱讲基甸带几个人，300个像狗啊在汲水的。吼，即马是参孙用300只的狐狸放火去甲伊。是咧，狐狸啊，毋是狐狸是啥物？狐狸，狐狸，是咧，我是即个台湾国语啊，袂使怪我，只爱怪即个宋楚瑜啊，因为伊叫阮细汉时阵袂使讲台语啊，所以阮就袂晓讲台语啊，细汉讲台语安怎？爱吊牌啊啦，爱罚钱啊，我是无去互罚着啊，因为阮拢足乖，拢讲国语啊。参孙用狐狸，去放火烧，结果呢，非利士人足生气的。恁到底是咧舞啥物场创的？哦，原来是参孙，原来是因的丈人不爱互伊娶伊的查某囝。结果非利士人搁较凶，直接放火去烧即个参孙的未婚妻，伊的某啦已经嫁别，连伊的丈人拢甲烧死。即马参孙听者讲，好，我即马有理由，所以犹大人掠参孙，你若有兴趣，你即礼拜去好好看圣经，伊就去互交互遮个非利士人。非利士人参孙一个到遐，伊本来是去互拔掉的，结果伊到一个非利士人遐的时阵，圣经讲伊手头的锁啊，亲像导火共款，迄锁家己落落来，边仔有即个还袂焦的即个驴仔的骨头，即个下海的骨头。还袂焦代表安怎？就是还搁咧烂尔，死尸。拿死的人是袂当摸的，伊就甲杀来，用迄个驴仔的下骸杀死1000个非利士人啊！所以反正你会感觉读士书记后壁实在是真正无法度想象乌白来，杀死了后呢，参孙伊甲讲，我即马喙焦，而且讲安怎？1000个人足忝的，我即马喙焦到要死啊！伊毋惊遐1000个非利士人，伊惊讲我即马无水通啉，所以伊甲上帝祷讲：上帝，你爱我死伫遮吗？可见伊嘛毋是力大无穷，伊嘛感觉伊家己强要带起来。所以你讲上帝安怎做？上帝听伊安尼讲，这是参孙唯一第一届祈祷。咱若读士书记头一届祈祷，上帝呢嘛竟然允准伊涂骹，迄个所在叫做利息的款，利息迄个所在，涂骹刷一个孔走出来，迄个孔随水浸起来，伊嘛毋免去7-11，伊嘛毋免去买水，水直接伫伊面前啊。所以上帝继续甲伊指定，爱记定，是因为上帝要使用伊来完成上帝要来救以色列人的目的。但是故事还袂煞。参孙尾啊，愈来愈走近。第2个查某囡仔是一个妓女，第3个就是区便所区袂出来，迄个连线3个女子，拢是参孙一世人伊的即个上界弱的即个所在。大利拉即个人呢，伫参孙的边仔高高顶，因为呢，非利士人足惊伊的。这你若看第2个迄个妓女的故事嘛，是足悍的，遮个。加撒遮个人呢，知影参孙来遮，伊要来刣参孙啊。参孙他做，伊去拆因城的即个大门。咱莫讲即个门偌大，咱就看咱礼拜堂即个门就好啊。较早即个礼拜堂的门是铜的啊，是铁，是迄个不锈钢乌的迄个铁门啊，迄个迄个啥 stainless 的门。伊呢将迄个城的大门拆落来。跟咧伊的肩胛头，然后呢走60公里一暝走60公里，将伊迄门等伫迄个所在，互你看这个人有讲无？第3个，即个大利拉3摆要骗参孙，因为非利士人
讲阮用1100文，加阮菲利士有5个城，阮遮有5个城，菲利士有5个，每一个城有一个王。遮个王讲，阮一个人拢互你1100文，你若会当甲阮去骗即个参孙，互阮知影讲为虾米伊遮尔有气力，要怎么样才让他可以没力？安怎才互伊无力？安尼，阮一个人就互你1100文啊。结果呢，3摆骗无成，第4摆互伊骗着啊，骗出来了后，讲你甲我头前加掉，安尼吼，我就无力啦。结果参孙的头前就互伊加掉，参孙真正无力，就去用掠去，搁互伊目睭捂出来，伊就伫缸仔内面吼做遮的罗勒，吼，然后去伫遐咧推罗勒是啥物？罗勒是迄个吼劳力士哦，是迄个罗勒啊，水沟迄个罗勒啊，吼罗勒奴隶啊，吼 slave 吼做即个奴隶。结果呢，参孙吼做罗勒，做甲伊头前搁断出来。本来伊老母的希望是讲，伊若是无遮个拿西尔人遮个代志，伊就爱死。真正吼，最后一届第2届祈祷嘛是参孙最后一届祈祷。伊甲上帝祈祷讲：至高的上主啊，求你会记得我。上帝啊，恳求你给我一届的气力，互我一届的机会，报因乌我目睭的冤恼。其实参孙伊出世的目的是啥物？是拯救着以色列人。伊出世的目的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即个甲因欺负40年久的非利士人。但是参孙一世人为着家己，伊爱啥物就要爱得到啥物。伊要嫁伊即个查某囡仔，伊就是一定要得到即个查某囡仔。伊想要食即个就要食迄个，伊想要有水就爱得到水，为所欲为。所以参孙的故事，可能甲咱过去听到的，也是甲你细汉主日学老师讲的无共款，爱用圣经做标准。你若去读圣经，参孙毋是一个好的模样，亲像基甸共款。士师记吼，遮个人吼，其实圣经互咱看过详细，因真正有做好的所在，但是嘛有做足毋好的所在，包括所罗门王吼，咱足侪人的祈祷，上帝啊，互我会当甲所罗门共款，但是我拢毋敢安尼祈祷，我若甲伊共款，安尼我就1000个丈母哦。好，然后呢，我爱去对遮外族人吼，就爱去甲因拜哦，到落尾安怎死的拢毋知哦。吼，迄绝对是离上帝足远的。我则无爱，吼，就算讲会当趁亲像所罗门遮济。咱的印象中间，吼参孙吼可能勇甲牛咧，吼10只牛遐勇，但是参孙可能比即个看着更较瘦较撇。吼，可能甲达摩斯共款，吼，瘦到安尼足瘦的。参孙其实无比人较圆，嘛无比人较大汉，拢是上帝的气力伫伊的心上，伊才当做遮个代志。但是伊煞无好好来使用，煞去误解。士师记阁有2个故事，可能伫最后才会5章。吼，时间的关系，我无多讲真济，但是要互咱看到的重点，第2个佫讲的故事。是一个人，是摩西的孙。这个孙，吼，伊去互一个叫做米迦。这个米迦偷摕伊老母的钱，偷摕偌济呢？1100文。拄则有讲到这个数字无？什么人？大利拉。所以伊的老母，我伫摇啦，伊的老母米迦的老母，真有可能是大利拉偷摕1100文哦。然后伊的老母伫家己咒诅，偷摕迄个人，吼绝子绝孙啊！米迦听到老母咒诅，家己老母讲啊，你的钱伫遮还你啦，吼还你。伊的老母讲，吼我的囝，上帝祝福你哦，1100文呢，摕200文出来，做一个像，讲这就是上帝，然后互米迦砸转去。米迦呢，伊就将因厝内底裁即个像。然后呢，家己找一个祭司，阮就来服侍即个像。但是呢，祭司是爱利未人。结果有一天，拄着一个少年是利未人，
就讲你对倒来，你咧创啥物？我无代志做，安尼你来阮兜做阮兜的祭司，我互你一年的薪水偌济呢？要约看卖啊无？是辉达的股票吗？是辉，无可能啊！台积电一年的薪水10元，一个月无到1元哦。咱会当用安尼来想，伊要意思讲，伊要伫因兜设一间教会，然后因兜嘛要请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呢，阮兜设这个教会中的这个实力价呢，我用200元。但是呢，我要请这个牧师呢，一年互伊10元，代表讲爱做20年，伊才会当有这个上的价值。所以你会当看到迄个祭司，嘛安怎反无要紧，我就来做。结果呢，到落尾才知影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祭司是啥物人？摩西的孙哦，讲较紧的。摩西的孙叫做约拿单哦，咱做讲一个约拿单。伊的阿公是摩西呢，但是伊即马在做啥物？做一个人的家族内面的祭司，伊阁袂当做祭司，因为即个图祭司是摩西阿兄阿伦才会当做的。伊去欠权，然后呢，阁去做祭司，然后呢，一年互伊10箍10个元，伊嘛要做，就是非常的失去那个格啊，失去那个格。但是呢，圣经讲，这个人呢，就一直拜，一直拜。其实迄故事还袂煞，这个人拢是参孙的族旦族，因呢对迄个非利士人所在占袂赢，走到上北边乌门山迄个所在去。伫迄个所在，因去放火害人，将拉义城给抢落来。这个人好欺负，阮就占伫即个所在，然后将迄个神，迄个因的神主牌举起，然后将摩西的孙嘛带去，就伫遐拜200几年，拜到点时，拜到亚述起来时阵，从北边来，头一个去用灭掉的，就是即族，就是即族。第三个最后一个故事，嘛甲即个，甲蛋没有关系，但是我认为啊，甲参孙嘛有关系哦。一对翁仔某，其实毋是翁仔某，是先生甲细姨。即个细姨两个冤家，细姨走转去后头家，毋是后头家，后头厝。结果呢，先生呢要去找伊的细姨，甲伊丈人讲，互伊转来，互伊转来，伊丈人足欢喜的，讲你会要来，所以一直甲伊留要几礼拜，留到最后讲袂使，阮一定爱走，天黑嘛要走。结果伫路的天黑啊，因就留伫便雅悯即个所在。即个先生讲阮一直爱伫以色列人的所在过暝，阮袂当伫外族人的所在过暝。结果因伫遐过暝，迄暝就一群人，是便雅悯里面的基比亚即个所在的人出来，讲将恁兜迄个人客，因住伫人一个老人的厝住，讲将恁兜迄个查甫人出来，我要甲因强奸。我有讲唔对哦，我要强暴，不是他的太太哦，那个男生，这个城呢，是要甲伊强奸，但是呢，因就歪，最后这个先生呢，将伊这个细姨杀出去，推出去门外。这顿暴民呢，就强奸他的妾，强暴他的妾，对半暝到天光。天光的时阵呢，这个查某妇人人，毋知死啊无死，带到厝阵无开啊，就讲伊将这个细羊啊切成12块，切这12块，可见恁拢无读到这段哦。切这12块，无要紧，我嘛是读无几遍。然后呢，散到12个支派，12支派呢，就想起讲，竟然阮的中间会当做遮的事，因招40万人出来。要来甲便雅悯即个支派讨公道啊！便雅悯呢，佫足歹，讲我则要将这人搞出来，要来拼就来拼，看谁较厉害，谁赢。便雅悯赢毋是一摆，赢2届，赢甲以色列联军40万大军减4万人，2届死4万人死足济啊！所以以色列人拢揪起啊！因就去问阿伦的孙哦，迄阵摩西的孙是伫遐做祭司，阿伦的孙伫遮做大祭司，请阿伦的孙
甲阮问，阮明仔会当阁去践无？上帝讲去，我将因交伫恁的手诶。结果这赢，伊就一直抬，将便雅悯的人，所有的人哦，毋是只有查某人、查某人、囡仔、青年、儿童，抬甲剩偌济？600个查甫人，剩下600个男生，强要灭族啊！头壳杀到眼红，强要灭掉以后，因才想讲，系啊，阮12支派减一个。一天有12小时，那减1小时安怎？爱时间就乱起啊！阮12，因即马才想着讲，阮12个支派袂使减一个啊，所以因就想着安怎？咱来去抢别人的某，因就去抢400个，总抢别人的，抢来以后，阁无够，才会长老开会讲，恁阁去另外一个所在去抢，阁抢200个来，所以真正这个中文讲没有最扯，只有什么更扯。无这个上盖喊的，只有比这更较喊的。所以读书记就是喊，搁再喊，实在是喊甲有春安尼样，喊够的喊。所以你看到这个地图，但就在地中海的旁边，这个是因的应允的所在，因无爱留伫迄个所在，因为因就拍袂赢，最后一直选到上盖北边去啊。伫上界北边，死上紧的，迄个第一个去互灭掉12支派，就是即个但啊。便雅悯伫中迄个所在，因是上界弱小的，大概剩600个，但是加在嘛是甲因阁救起来。那没有便雅悯之族啊，就没有扫罗王，没有扫罗王也没什么坏事。但是那没有便雅悯之族，就没有保罗。保罗捌听过无？你就读无罗马人书啊，你就读无加略太书啊，就无保罗啊。所以上帝把甲因留落来。所以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集结论，迄时以色列中间无有王啊，每一个人照家己眼来看做对的去做啊。士师本来爱做因的王，做因的治理者。爱来帮助因、解救因，但是这士师一个比一个更较悍。因毋是照上帝眼中对的去做，家己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所以最后一个士师参孙，真正害人，搁害家己，比迄个基甸的搁较害。认为对的代志，伊看做对的，伊无去用上帝的角度，用家己的想法，所以伊做愈多，就害愈多。伊若活愈久，迄就祸害无穷啊！这种的人较早死还是较晚死较好？你希望习近平活久一点，还是活短一点？咱爱奉耶稣的名祝福伊啊！较早信耶稣的啊，就是信耶稣，就是从死里安怎复活嘛，安尼嘛是爱死啊！但是呢，我们4世纪甲咱讲的，因无照上帝话。所以结论就是今日要讲的主题：进入迦南地，迦南必须爱做的规矩是啥物呢？咱这是啥物教会？迦南教会有规矩无？啥物规矩？看啥物人讲话较大声，迄就是规矩啊。啥物人奉献较济，迄就规矩啊。敢是安尼？无啥物才是规矩？真简单。一本尔，所以迦南必须爱合适上帝的话。你若无知影上帝的话，你就毋知影上帝标准伫倒位，做愈多，错愈多。第二个，你若合适上帝的话，爱相信。足侪人无相信参孙，我家己细汉嘛无相信，因为细汉主日老师讲的参孙，伫我耳孔听起来。亲像是童话故事，安什么？安徒生，刚刚在讲迄个童话故事，迄嘛是咧讲汉国的。我则无爱信的，哪有可能？但是我读圣经，我愈读，我愈相信，真正有一个人。你学习上帝的话，就是为着要相信上帝的话。你若无相信，你就毋敢行出去。相信上帝的话，过来呢？就是爱遵行、遵探上帝的话，嘛无遵守上帝的话，
你若无将上帝话甲伊行出来，上帝溃烂就袂甲咱同在，你就看袂到上帝甲咱同在啊！我相信当初时开拓迦南教会的即群人，因离开桃园教会时阵，有炸圣经出来无？因若无炸圣经出来时阵，迦南教会变做啥物教会？会变做无有上帝话的教会啊！咱的迦南教会，若一天无有上帝话，即个教会会变做啥物款？你会变做是 AMD， 变做是 NVIDIA， 变做是台积电，世俗的人拢甲你拍谱啊！但是若无有上帝话，这敢是上帝教会嘛？若要遵循上帝话，目的就是要来完成上帝话啊！所以上帝爱咱合适伊的话，伫应允的所在，留年甲密的所在。所以咱咧想的，即马做阿公阿嬷的请举手，阿公阿嬷感谢感谢主，多谢。阿公阿嬷，你看到你的孙有欢喜无？但是若看到摩西的孙去变做外族的祭司，然后去采遮的偶像，佮害毋是害一个家族，害几个支派的人，拢伫遐咧拜甲咪咪毛毛。一代幸，二代幸，幸是啥物？幸运啊，足幸福的。三代无无明，圣经拢聋的传人，眼睛朦胧，耳朵也聋掉。四代牧师来请我无闲，甲牧师吵起来，反甲伊变啊。五代五马踩甲规厝筋，摩西还袂到五代，三代就变啊，三代就家己乌白来啊。阿公阿嬷，你的孙，你咧分红包互伊时阵，歹势过年过了，明年啊，后一届你要互伊红包的时阵，叫伊先读圣经互你听，一站也好，恁迄个红包的圣经要有在，你着爱地咧，你的阿孙要甲你讨钱，你内底有钱，但是安怎叫伊圣经先读互你听，一站也好，才互伊钱，安尼你是祝福伊啊。你钱直接互伊，伊去甲你买股票，甲你趁甲咪咪毛毛。但是伊若无上帝，人若趁着全世界，失去伊的性命，来到天堂的门口，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孙对簿公堂，拢为着钱在冤，无有上帝，安尼就无见证啊！马该来到遮。若无早圣经来，咱拢袂当继续传承。犯罪就是无有读上帝话，爱互咱子孙对圣经爱明白。读圣经无容易，但是读圣经只有好，绝对无歹。毋是只有你即代，你的后代，你的后后代，拢会得到福气。我记你细汉时阵，我的爸爸每一个礼拜五，迄阵还袂周休2日，拜五暗时拢带阮读圣经。然后伊叫阮读，佮叫阮讲，所以我会晓讲圣经。其实是细汉时阵，我就黑白讲，因为我读着啥物就讲啥物。但是我知影爱读圣经，爱讲圣经哦。所以，歹势我无犯罪台语，咱用华语来读了。我和下一代要学习神的话，听清楚神的话，咱来做伙学习。毋是只有你，等你想要读圣经。你嘛爱想到你的后一代，伊有咧读圣经无？听清楚上帝话。第二，我和下一代要相信神的话，想清楚神的话。咱读了后，你有感觉了伊正常，了伊就是继续读，读到上帝家己会甲咱解说，想清楚上帝话。第三，我和下一代要遵行神的话，记清楚神的话。有上帝话，你嘛相信，你就爱行，爱实践。上帝安怎讲，咱就安怎行，记伫心呢。最后，我和下一代要完成神的话，讲清楚神的话。你感觉马该伊甲伊学生咧教伊啥物？就是咧教因，伊就嘛教天文地理。我相信马该即马若有伫桃园，伊嘛会教伊的学生，恁爱去看股票。你爱去看报纸，你爱去看电影院，但是
嘛爱看圣经，你嘛爱明白上帝讲的话。今仔日伫迦南教会，啥物人在读圣经？我有看到文杰长老有在带咱读《使徒行传》。今日伫迦南教会，有几个兄弟姊妹会记得每一天圣经爱甲显开，爱好好来读。我相信上帝绝对会大大祝福每一位较无伊的话，阁有遵行伊的话，阁互伊后一代嘛咧照上帝话咧行的人，上帝要大大赐福伊。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为着即个土地来祈祷。当阮想到阁过几天，就是227周年，即个土地流足侪的血，即个土地流足侪的目屎，但是即个土地原来出足侪上帝你多大大祝福的台湾人。阮看到这台湾人，伫台湾也好，伫美国也好，伫世界也好，拢会当为台湾来争光。这恩根毋是人的恩根，是上帝的恩根。若无这宣教师伫台湾设这学校，台湾的教育袂发展；若无这上帝罗卜伫台湾这来传福音、讲上帝话，台湾的人阁互偶像拜偶像，阁活伫即个世俗的这环境的中间。台湾在改变，总是上帝你的话永远袂改变。求你的话，亲像一支刀啊，刻伫阮的心。每一句你所讲的话，阮有听见，阮也记伫心内。毋是只有记伫心，嘛要去行，阁要互阮的后一代、后代继续来行。明年迦南教会要60周年，将来的60周年的囡仔，将来60年的囡仔，因爱面对这个世间更较大的挑战。但是只要因拍开圣经，读上帝的话，上帝你自然会帮助因解决因面对的问题。愿上帝祝福迦南教会，祝福这代，也祝福后一代、后代，到永永远远。愿的祈祷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要用这首诗来回应，请咱做起立。为这土地，我心心激动，愿主的情灵那个全地遍上，为这个社区，愿强比困求。上帝，你心过能力，愿所向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咱举咱的手，为着咱的后一代来宣告。愿全能天父上帝，你心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父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亲爱的主上帝，阮阁一摆将阮的祈祷摆列伫你的面前。只有你的话会当救阮的性命，只有你的话会当救台湾。无论世间安怎变化，
愿上帝你的话永远成做阮骹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光阮的后代、后代直到永远。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咱请坐。这时，阮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天公里，就是是见你很无助，归应个你嘛你顾，我的手爱你明亮，为着我主这样，我卡也爱为你看，双双提领行无息，我的声音互你扬。我里有落主无天，我跟随着来领导，无通过应来救人。请起立。我的指纹变过里，变出龙潭的指引。我的在前你相思，高我的你最庇护。至圣的天父，主，阮感谢你的圣名。主，阮伫即个新春过年的期间，甲亲戚朋友总有真好的交陪，领受拄主来的恩典甲祝福。主，阮感谢你。主，上帝的恩典甲祝福，就亲像今仔日所唱的诗歌共款。内底讲到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主，你的恩典永远都无变过。主，阮一生要甲你念小我。主，阮今仔日领受淡薄师的话语，阮知阮爱建立甲主有搁较好的关系。阮爱透过每天的读经、祈祷，领受主的话语，甲主的教示，做一个新国活的人。只是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圣工的所用，求主干纳。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请顺正长老来报告。好，大家平安。时间非常的宝贵，咱要报告进前，先来介绍几位姊妹哈。陈蔼瑜姐妹在哪边？啊？陈蔼瑜牧师啦，啊，牧师哈 ，OK， 好，好，我们欢迎他哈，好，泡泡上一小礼物哈 ，OK， 好，好，咱继续来报告哈，来，下一页来。咱议员感谢迄个陈牧师来给咱做功德哈，感谢哈，嘿，大家好。
好啊，咱即礼拜六吼3月后礼拜主日3月初3吼，咱要来举行第2遍的迄个圣礼典吼，圣礼典吼咱3月初2游园伫教会游园要来召开小会所以请这小会员大家要注意吼邵姐已经报名要来洗礼的兄弟吼咱迄个拜六请8点到教会5可以会议室来问道理，下一页。医疗中心今仔日早起伫1楼医院伫咧甲咱服务咱听好来到迄个所在来接受服务吼。好上日大学要开始来开课哦，3月11号，总共有11个班咯吼咱会通报名来参与，50岁就听我来参与吼，上日大学吼虽然咱目前暂时无牧师，但是咱看见这个东港委员会大家拢非常用心来开课来经营伫甲咱服务吼，下一页来。好迄个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申请但符合这个学生吼，会通来生日请这个生日助学金的申请吼。来是咧中华妇女上年迄个公道日吼，伫3月初1要伫新的教会来举行报名费一个人是150块，若要参加的姊妹电长老来报名来参加吼。2月28配合咱的迄个国定假日专辑东港医院有放假吼除了管理员以外教会迄天是8点到5点迄个管理员的时间吼。来第8组的迄个谢创喜兄弟吼已经蒙主文调伫迄个2月23拜5完成各项的后事的事宜感谢做恩典满满，伊愿伫创业兄的新长吼甲伊的家属的新长吼创业兄伊是一位真优秀的土木技师吼咱嘛为着愿主安慰灵甲家属同在吼。下一页第6组谢双良老师的太太吼师母黄素清师母吼，伊愿伫23拜5来别世吼，愿主安慰灵甲为着同在。后来，咱做来读一位圣经台语吼，来，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做对的去做。搁一遍来，迄时以色列人无王，逐个人拢照伊看做对的去做。士书记17章第6节以上。咱做伙来因信息393首，乌鲁专营恩典主宰。因时煞请当别就牧师来祝祷，请起立。乌鲁专营恩典主宰，安坐称呼，感谢跪拜。白家是心公义灵爱，尊义颂赞，以高万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主比听探，信心的感动甲帮赞，甲恁进大家参加伫地，互恁踮伫迦南应允地，会当来遵行上帝话，互上帝话行伫恁心上，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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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请坐。袂倒。